能点火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不是说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干活了。干活呀！继续搂他，听到吗？姐夫了还我是谁？你真调皮！来吧！哎呦！姐，进来一下，快点！干不敢骂我了？我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我操！你他妈信命啊！你干啥？老妹儿，鸡蛋多少钱一斤3块钱一斤，能见点不？ 3块钱一斤能见点不？ ，3块钱一斤。我说还能见点不？我，你他妈有病啊你啊！我他妈卖个鸡蛋让我陪你睡一觉呗，是不是让我陪你睡觉得了呗？让我再见点，再见点。这钱呢，姐？啊？给我的？拿来呀！倒头快点吧，干嘛？姐夫在洗头，洗啥？不高兴。我春耕來啊，要買工啊，幫我做啊。係用呀，只幫我陳田做。好啊。啊，貴啲錢咧，可能啲牙夠藥嗬。啊，攞樓卡搞手機看得到，啊我攞個錢我搞手機嘅。哎呦，
个帮你看了又讲了啷个今天错啊，冇嗰个睡觉好嘛休息喎你。我幫你看了我以為佢好見到冇那個假爛路樣。你干嘛？疼死了！疼死我了！什么呀？那谁呀？那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刚刚在屋头喂猪，猪点都就不肯吃啊。啥钱了嘛？发牌。说哈，给你说哈。红心 S，红心儿，哈哈哈，我赢了，我赢。别慌，是我赢了。爷爷，我的牌比你大的嘛。啥子？好嘛好嘛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不行，给你一碗红烧肉。正常，这估计凑过去了。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。